大家好，又係我。李樂花園生活在英國。如果你而家睇到條片，應該都同我一樣，鍾意自己喐手整下嘢，或者想用最低成本慢慢改造自己個花園。今次呢條片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低成本又好實用嘅 DIY 項目，就係用幾塊木板自己整一個菜床。講真，一開始我都以為整菜床好麻煩，又要買防腐木，又要量度，又要打地基。一諗起個價錢同工程量，就已經想放棄。但後來發現，其實完全唔使咁複雜。呢個菜床用嘅全部都係剩低木板、舊料、回收材料，基本上係有咩用咩，冇特登出去買貴材料。我今次整菜床主要有幾個目的。第一，我想將原本啲泥土分區，唔想再行過去就踩爛晒啲菜。第二，有個邊框之後，種菜加泥澆水都乾淨好多，而且睇落都整齊啲。第三，最重要係平。真心講，如果你係新手，一開始就花大錢買成套材料，其實壓力好大。首先我做嘅第一步就係揀好位置，大概諗下菜床想要幾大，唔使太精準，因為 DIY 嘅精髓就係可以邊做邊改。跟住我就將木板圍成一個長方形，慢慢對位用螺絲固定。呢度有個小技巧，如果地面唔係完全平，唔使硬泥，可以用泥土慢慢墊翻平。圍好個框之後，我就開始加泥、舊泥、堆肥、原土，全部混埋一齊用。唔使追求完美比例，只要記住一樣嘢，泥土要鬆，要透氣，因為根部健康，啲菜先會生得靚。做到呢一步，其實成個菜床已經成型。其實整到呢一步，我都有停低諗一諗，如果你同我一樣係第一次自己動手整菜床，一定會驚做錯，驚唔實，驚啲木板唔襟用。但我想講一句好真心嘅說話，唔試一次，你永遠都唔會知其實自己做唔做到。就算將來真係要改、要補、要拆，都唔係失敗，而係你已經比之前行前咗一步。DIY 本身就係一個慢慢優化嘅過程，唔係一次就做到完美。你會發現，原來一個原本好亂嘅角落，突然之間變得好有用途，而且成個過程真係冇想象中咁難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， DIY 唔係為咗慳錢咁簡單， DIY 其實係一種選擇。你選擇唔等人幫你整，你揀自己試，自己錯，自己學，就算最後唔完美，但係個成就感係真係買唔返嚟。而且當你之後見到啲菜慢慢生，你會知道呢度係我自己整出嚟嘅，嗰種感覺真係好唔同。如果你而家都諗緊屋企後院、露台、花園有冇一個位可以整菜床，我會好鼓勵你唔好等完美條件先開始。有幾塊木板，有少少時間，已經夠你踏出第一步。如果你鍾意呢類低成本 DIY 花園改造、購物利用嘅內容，記得幫我點個 like、訂閱個頻道，同埋開埋小鈴鐺，之後我都會繼續分享更多自己喐手做嘅改造過程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